台中一个54岁太太有大腺甲大腺型的关节炎，治疗半年有控制，但是家己做医生，甲药啊停掉，搭配精油来洗身躯，结果3个月后大腺恶化。医生讲，这个皮肤有问题，上好莫用精油来洗身躯。就算皮肤是健康的，嘛毋是所有的精油拢会当使用。 洗身躯用精油享受，阁有通放松。有一个妇人人本身有大腺、牛皮癣的问题，用精油洗身躯，当作讲会使保养，想要到更加吃力。听他说，它是一个搭配的方案，就是你买了一台机器，然后在家里呢要配合它这个精油的一些贩卖一些组合，它总共花了大概10几万块，看起来就是没有达到它的效果，反而让它这个皮肤变糟。 牛皮癣会扭皮起红疹，本来这个妇人人有接受治疗，后来家己停药啊，改用精油洗身躯。医生讲，精油对牛皮癣的患者有刺激性，会抵触油脂分泌较无正常，会痒。一旦咬伤皮肤，病情会更较严重。你没有给它好好的治疗的话，它会一直侵蚀我们这个皮肤跟关节，那会使得这个关节变形。医生提醒讲，就算皮肤健康的人用精油嘛要注意。 茴香啦、罗勒这些香味的精油，就有可能造成皮肤的刺激。佛手柑，这一类它会增加光敏感，晒太阳，反而它那个皮肤会造成很厉害的发炎。用精油产品的时阵，上好先问过医生，特别是像这个妇人人安尼有大腺牛皮癣，也是其他皮肤问题的人，若是有心的人，嘛无适合使用精油洗身躯。